被政府接管之前嘅法團管委會主席徐滿金，佢喺會上作供嘅時候話，佢喺2024年9月上任之後，已經向承建商宏業提出分期進行8座大廈嘅維修，但係宏業就話上屆嘅管委會已經同意8座同時展開工程，要更改計劃就會有額外嘅支出。佢又話曾經要求宏業唔好用發泡膠封窗，但係宏業引述消防話冇話唔可以用。負責監工嘅工程顧問洪毅亦都堅持用發泡膠。委員會到而家已經舉行咗14場聽證會，但係當中有至少4個關鍵證人拒絕出席作供，包括大維修承建商宏業2名董事侯華健同埋何建業、屋苑管理公司智邦興業經理黎永利，以及係大維修消防工程承辦商中華發展董事嚴才華。而喺周三聽證會一開始，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就特別提到，就有關鍵證人唔肯出庭作供，有聲音要求委員會向特首提出升格為法定調查委員會。陸啟康表示，唔同嘅方法調查都會有利弊，喺現階段交代呢方面並唔係聰明嘅做法。當日聽證會之上，委員會代表律師杜鑑坤針對999接線生喺消防處決定對宏福苑8座大廈進行疏散行動之後，未有告知致電求助嘅災民已經疏散，多次向消防處代表提出追問，但期間被委員會成員兼行政會議成員陳健波多次打斷提問，話杜鑑坤喺呢個問題上邊已經問咗相當嘅時間，終止咗呢個話題。而就喺同一日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致辭，再度警告有人將宏福苑大火政治化，再次提出以災亂港嘅說法。